立地成佛。咱住伫台湾即块小小的岛屿，无论你行到都市，还是庄脚，热热还是偏僻的所在，到处拢看会到庙寺。一般讲起来，市内拢较属伫道教的庙寺。根据过去所了解，佛教的庙寺拢起伫较深山偏僻的所在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想要出家食菜、修身养性的人，会通脱离七情六欲的引诱，无有任何俗事的牵绊，安安静静来修行。一个人若是为看破世间，无搁再乱无一切的俗事，这是爱下真大的决心。这种人实在也是真无简单。因修行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会通亲像佛，有高深的道行。对一般人来讲，要放下所有的俗事，实在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总是内心又搁想要成佛，这种心境，亲像布袋戏的大师讲，毋知要如何是好呢？所以佛家就提出一种讲法，就是放下道德、立地成佛的观念。道德原本是太精神的工具，放下道德得苦劝一个人，若是甘愿放下最歹代，亲像太精神的人放下道德，就马上会通成佛。所以若想要立地成佛，大先就要放下道德，毋通杀生，意思也就是放杀。伫咱台语内面，放杀就是放弃的另外一种讲法。要叫一个普通人放杀世间一切所有的，是真正困难。基督教的教义讲了非常简单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马上得到称作义。世间所有的牵绊，是咱人应当去面对的事实，毋是用消极的放杀去逃避。希望咱拢亲像圣经所讲，只要嘴承认，心相信，罗马书10章10节，就会成做一个称作义、灵魂得到拯救的人。立地成佛。咱住伫台湾即块小小的岛屿，无论你行到都市，还是庄脚，热热还是偏僻的所在，到处拢看会到庙寺。一般讲起来，市内拢较属伫道教的庙寺。根据过去所了解，佛教的庙寺拢起伫较深山偏僻的所在，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想要出家食菜、修身养性的人，会通脱离七情六欲的引诱，无有任何俗事的牵绊，安安静静来修行。一个人若是为看破世间，无搁再乱无一切的俗事，这是爱下真大的决心。这种人实在也是真无简单。因修行的目的，就是希望会通亲像佛，有高深的道行。对一般人来讲，要放下所有的俗事，实在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总是内心又搁想要成佛，这种心境，亲像布袋戏的大师讲，毋知要如何是好呢？所以佛家就提出一种讲法，就是放下道德、立地成佛的观念。道德原本是太精神的工具，放下道德得苦劝一个人，若是甘愿放下最歹代，亲像太精神的人放下道德，就马上会通成佛。
所以若想要立地成佛，大先就要放下屠刀，毋通杀生。意思也就是放杀。伫咱台语内面，放杀就是放弃的另外一种讲法。要叫一个普通人放杀世间一切所有的，是真正困难。基督教的教义讲了非常简单，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，马上得到称作义。世间所有的颠簸，是咱人应当去面对的事实，毋是用消极的放杀去逃避。毋望咱拢亲像圣经所讲，只要嘴承认，心相信，罗马书10章10节，就会成做一个称作义、灵魂得到拯救的人。